喂，淡仔，你食到幾多辣啊？我就食到中辣啦。唔知幾時開始問人哋食淡仔食到幾多辣，就知道嗰個人可以食得幾辣㗎啦。淡仔同淡仔三哥都係香港人超級熟悉嘅米線連鎖店，兩間店鋪嘅湯底、配料甚至個風格都好似㗎喎。好多人食完呢都分唔清邊間打邊間。其實佢哋根本就係本是同根生，出自同一個湖南譚氏家族嘅，但係經歷咗溏心風暴式嘅分家之後，又戲劇式咁合體喎。個故事呢就真係又酸又辣㗎。譚氏家族祖籍呢就喺湖南嘅，60年代呢就因為文革嘅原因啦，父母就帶住班細路，當然包括三哥啦，就喺廣州偷渡落嚟香港嘅。本身家族呢就唔係做飲食嘅喎。阿三哥譚澤群佢排第3，所以叫三哥。細個呢就已經好中意煮飯㗎啦。佢14歲呢就冇讀書，做過3行工人，後嚟呢就開過工廠嘅。咁但係工廠執咗笠之後呢，三哥呢就轉行揸的士啦，辛辛苦苦呢就儲咗8萬蚊本金。喺1995年呢，三哥就同六弟譚澤強首先呢就試過開茶餐廳，最主要都係賣清湯腩同埋咖喱，但係呢就失敗收場啊。三哥冇放棄喎，咁去到96年呢，就喺長沙灣永隆街1號開咗第一間譚仔雲南米線啦。佢哋呢就將四川麻辣同雲南米線結合，首創呢車仔麵式嘅自由配搭，就係可以自己揀湯底、辣度同埋餸。麻辣米線同埋土匪雞翼呢就迅速爆紅，成為咗呢香港米線嘅潮流祖師爺啦。當時呢，全港米線店呢係得好少嘅咋，而且呢一種嘅營運模式呢亦都好新穎嘅。初期呢，股東呢就有三哥啦、六弟同埋四妹夫周志明嘅，生意呢就越做越大啊。去到2000年左右呢，阿五弟譚澤軍呢都加入啦，因為阿三哥呢就好有人情味咁話想接濟下啲兄弟姊妹，所以呢就邀請佢入股啊，而且呢仲教埋佢個湯底秘方添啊。去到2003年呢，佢哋呢就註冊咗同心飲食有限公司，咁呢每一個人都會有分股，一齊擴張分店㗎。而去到08年呢，就出現咗最戲劇性嘅部分，就係佢哋分家啦。因為當時呢，佢哋嘅家族呢出現咗嚴重嘅分歧啊，最主要呢就係三哥同阿五弟喺經營上面嘅理念啦、風格啦，甚至去到裝修設計、租務同埋營運上呢，都好有摩擦，唔係純粹錢銀關係咁簡單啦。而且隨住佢哋嘅爸爸媽媽離開咗呢個世界呢，矛盾呢就即將爆發啦。結果呢，當時有12間分店呢，就由兩兄弟平均咁分咗去啦。三哥同埋六弟呢，就離開咗，另起爐灶，就創立咗譚仔三哥米線啦。而五弟同埋四妹夫呢，就繼續留低經營呢原本呢一個品牌譚仔雲南米線。分咗家之後呢，兩間店鋪都互不相干，就變咗競爭對手添。湯底嘅配方呢，就有唔同嘅說法啦嚇。三哥嗰邊呢，就話自己係原創，而五弟嗰邊呢，就話呢佢哋嘅配方係源自於佢哋自己嘅爸爸㗎。咁兩間店鋪嘅水牌、碗碟同埋餐牌其實都有少少分別，但係整體嘅風格呢都好相似嘅喎。三哥呢仲試過喺訪問度呢講到眼濕濕啊，就話自己呢嗌阿五弟入股呢，純粹呢都係出於親情，點知俾人出賣咗啊！但係搞笑嘅事情發生啦，分咗家，各自發展，又再次合體喎。分咗家之後，兩邊都繼續擴張，各自呢都開咗幾十間分店啊。去到2017年呢，就俾日本餐飲集團東利多控股，即係丸龜製麵嘅母公司，咁呢就首先收購咗譚仔雲南米線，之後就再收購埋譚仔三哥啦。兩間呢一度分裂嘅品牌呢，就再度合體喺同一間公司旗下啦。之後就成立咗譚仔國際，仲做埋上市公司添，成為咗香港米線界嘅巨頭啊！而家兩間品牌呢都係獨立經營，但係其實都係同屬一間上市公司嘅。順帶一提啊，其實呢分家之前呢，家族裡面仲有一個合夥人㗎，佢呢之後自己都開咗一間呢叫做御一品米線啊，湯底呢同早期嘅譚仔係好相似㗎，一樣係分12個辣度嘅。
好多人都話咧，呢一個御一品米線其實係隱藏版嘅原版譚仔啊，所以原來香港咧係有3間譚仔系列嘅米線嘅，全部嘅老闆都係有血緣㗎。總結嚟講啦，譚仔同三哥由家族嘅白手興家分家爭產，再之後俾日資公司收購私有化，跟住而家退埋市，經歷咗好多起起跌跌，但係而家都成為咗香港人日常麻辣米線嘅代表啊。雖然呢有個衞生風波同埋同業嘅壓力，但係呢佢哋呢喺發展方面呢都依然仲係好積極嘅，仲發展咗一套獨有嘅譚仔話。呢方面我都好耍家㗎。攞咗一碗係梅園腩肉豬潤麻辣豉油凍檸茶小甜小冰。而我個人呢，就鍾意食譚仔雲南米線多啲，但係我就好鍾意三哥嘅妙言。三哥譚澤群曾經講過：人冇我有，人有我優，成為咗佢嘅創業精神嘅代表啊！唔知你又鍾意邊邊，同埋有冇試過嗰一個隱藏版嘅御一品米線呢？